我们借这个机会跟各位来报告一件事情。我跟你们介绍过，高雄佛教会的理事长慧本法师，他无碍辩才，外表庄严，内心庄严，但是他很年轻就往生了，我觉得非常可惜，很遗憾，替佛教惋惜啊！因为他每一次到台北来弘法，都请我担任他的司仪，所以我从他口中听到一个公案，有一个人啊，他出生在台湾南部高雄有一个地方叫左营，他姓江。有一天他出去打猎回来之后，他开始生病了。他的病跟别人不同，如果病一发作，头就会顿起来了，嘴巴也会抽动，很痛苦。如果头顿一下，他的脸上就破一个洞啊，他的身上也破一个洞，整个胸部血流如注啊。当时没有长庚啊，送到台大医学院啊都没有效啊。医生说这根本就是一个怪病啊，这个洞才上好，那个洞又蹦出来了，无缘无故的就头就顿一下，拉一下，又有一个洞跑出来了。去求神问卜，到处都问过了，没有效啊！那种病没有人发生过啊！医生说没办法呀，医这个洞破那个洞，医那个洞又破这个洞，整个胸前呢都一直流血，很臭很臭，人没有死就臭，像要臭死人一样。后来什么公啊，什么神啊，有神问到无神啊，没有效就是没有效，真没有办法呀。有一天呢，有人就向他介绍来找慧本法师认识了，对方就说了：“老师父啊，这要怎么办？”这个时候慧本法师说：“我有什么办法呢？我怎么知道要怎么办呢？”慧本法师看他这种病呢，现场当中又蹦出一个洞来，就问他：“你怎么会这样子呢？”江先生就说：“怎么知道呢？”慧本法师看他无缘无故头就顿了一下。这个时候慧本法师说：“好像那个小鸟啊，我小时候看人烤小鸟吃，那个小鸟当时被烤的时候要除毛，鸟的头就这么顿一下呀，你就很像他，你怎么得了这种病呢？”他妈妈在旁边呢，就说：“哎呀，师父，你怎么这么内行啊？我儿子呢，很爱猎鸟啊，吃小鸟。”慧本法师说：“真的吗？”哎呀，这是业报啊，罪业的报应啊。对方就问了：“这要怎么办呢？”慧本法师说：“这连医生都没有办法。第一，你每天要放生，至少要放生108只，要足足放10年。那么一天要念5000声阿弥陀佛。”对方说：“啊，我没办法念呢，那我不就让他死吗？”慧本法师说：“要是没办法念，你一天蹦好几个洞，你只有念阿弥陀佛才有办法啦。”江先生说：“真的吗？”慧本法师说：“你要是不相信，我也不必讲了，因为我也不懂啊，我也只能这样说了。”江先生说：“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只好认真了。”不是说侥幸马马虎虎的，当痛苦来的时候，他就念了。头要顿的时候，慧本法师说：“你不要哀哀叫哦，头要顿的时候就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”你就这样开始念佛，他现在接受了。结果每一次顿了一下阿弥陀佛，他就念阿弥陀佛了。开始的时候很痛苦，但是奇怪啊，他越念就越轻松，越愉快。他头一抖啊，就念佛，脸就不会再蹦开来。他妈妈说：“哎呀，有效啊，有效啊！”慧本法师说：“你继续这样念几天，12天以后，你的脸不要敷药就可以好了。”这个人姓江啊，现在还在世哦，他可以证明，但是我们不要讲他的名字。这个是慧本法师他亲自讲的。当时我本人在现场听慧本法师细述这个内容，我们都把它记起来。你看念佛多好啊！在世的时候你有业障，只要你好好念佛忏悔，你就可以转变你的业障。我们任何人生的遭遇，有些坎坷，有些不平，没有办法很
吉祥，但是你叫念佛能逢凶化吉，易难成祥。更重要的，临命中阿弥陀佛就是要救度我们念佛的人，所以只要你有信心，阿弥陀佛绝对不舍弃你的，永远给你希望，带你解脱成就。所以我们念佛对我们自己本身不会有任何损失，而且会带来很大的福德因缘。感谢阿弥陀佛，感谢阿弥陀佛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